講無類無符合本好啊，可能物件，伊人我袂食怪啦。lobster 是伊人你佢有即句話啦。我朋友細漢誒時啊，伊人有七個囡仔嘛，伊爹無類無工做誒時，伊人無類誒時，伊人特別去食 lobster 咯。所以伊來讀大學誒時，我人聽食 lobster，伊笑。你我伊莫食 lobster 咗 ，because 伊講 it brings back bad memories for her。哦，迄個 lobster 屬甲啲巴肚位，所以你去咧海邊啊，你去咧巴肚嘅位啊，都會較脆會脆。咧你知你食 lobster 咧嘛有殼咯，伊人個夾咧殼來帶，唔係互人知。because 明白啲人笑伊人嘛，無類嘛。แล้ว我問，แล้ว我有類嘅人食咩啊？伊講冇人食魚，人食魚咯。แล้ว and then 伊個講咗伊人做 fisherman 嚟海邊啦，伊人會知，伊講 cod 是貴嘅魚，所以你食 cod 人就知講你有類，你無類。status symbol 呢？人講無類無符合本好啊，可能物件，伊人本有本嘅咗，所以伊講伊人我袂怪啦。lobster 是伊人你佢有即句話啦。哦哦，哈！其實我細漢個我冇明白即句話，就講咦佢係唔是貴嘢？啊，對， because hair 是本是 bottom feeder 嚟。哦。